證券市場無紙化制度今年11月起正式實施，證監會將會喺今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生效日期公告。林水婷報導。證監會公布無紙證券市場制度，預計今年11月16號起實施。目前大約460萬張喺香港結算持有嘅實物股票，將會轉換為無紙形式。另外，大約1000萬張喺香港結算以外持有嘅，亦都可以轉為無紙化。證監會話，11月16號打後嘅新股自上市時起，必須以無紙形式發行。新制度生效之前已經上市嘅證券發行人就要喺5年之內納入無紙化。持有紙本股票嘅投資者可以選擇幾時將股票轉換為無紙形式。以往轉讓紙本股票嘅流程需時10個營業日。證監會預計到時投資者以電子方式轉讓證券，最快可以喺即日完成。當局期望無紙證券市場制度能夠進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場基礎設施。證券業界人士認為市場無紙化運作係與時並進，相信能夠提升股票交收結算效率，亦都能夠免卻處置除牌股票可能帶嚟嘅法律問題。但係關注港交所對股票存入中央結算系統嘅費用。其實券商嚟講都唔係話改好多嘢㗎咋，唔係好多㗎咋。最主要係CCASS 中央結算入邊自己嘅系統㗎咋。影響咧只係喺證券商同埋中央結算嗰度咧，啲收費會比預期中係特別貴嘅。希望呢方面兩方面啦，港交所同埋中央結算嗰面可以喺呢一方面再調低個收費啦。市場參與者將會喺未來幾個月之內獲邀參與測試港交所同埋相關股份過戶處嘅系統同埋流程。港交所稍後會公布新制度相關規則同埋運作程序作出嘅修訂，亦都會更新主要費用調整安排。證監會目前正係審核6間證券登記公司尋求成為核准證券登記機構嘅申請，未來幾個禮拜公佈。Now TV 記者林水婷報道。